以赛亚书第24章，上主要刑罚大地。看咧，上主予大地趴远，完全荒废，伊甲地面并领转，予住民拢死散。人民安怎，祭司嘛安尼；仆人安怎，主人嘛安尼；奴婢安怎，女主人嘛安尼；卖米诶安怎，卖米诶嘛安尼；甲人借诶安怎，借人诶嘛安尼；善车诶安怎，好囝诶嘛安尼。因拢未四散，大地未完全趴远，互人像甲空空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大地衰败打去，世界衰败倒坏，地上高贵诶人嘛衰微。大地互徛起诶住民污染，因破坏律法，违反律例，违背永远诶约，所以大地受咒诅直到败坏，地上诶住民拢因为因诶罪受刑罚，所剩诶人减少，剩无几个。新酒打去，葡萄树孤单，快乐诶人嘛拢吐气，玲珑果快乐诶声点去，宴乐吵闹诶声静去，弹琴诶声音嘛拢无去，无阁有人啉酒唱歌。高酒啉起来苦滴滴，城趴远受拆毁，厝拢关闭，无人出入。人伫街路话要找酒啉，一切快乐变做暗淡，地上诶欢喜拢消失，城市荒废，城门讲甲喙糊糊，地上万民嘛会安尼，亲像橄榄树、葡萄树收成了，搁找嘛找无偌多。因大声欢呼，对西边宣布上主诶威严。因为安尼，人就对东边归荣光互上主，伫正海寺称赞上主以色列诶上帝诶名。对天边海角，原听着歌声，荣光归互公义诶上帝。毋过我讲，我未死，我未死，我惨啊！陪伴诶人继续陪伴。欺骗的人还得欺骗，地上的住民啊，恐怖、陷阱、活斗在长等恁，闪避恐怖声音的人会跌落陷阱，对陷阱逃脱的人会互活斗斗着。天顶的窗仔拢拍开，地上的根基摇动，大地做一个破坏，离甲脆脆，地大摇动，亲像酒醉的人颠来颠去。那阵草厝啊摇来摇去，地互做动动地咧，放落去，袂搁再起来。彼日，上主要刑罚天顶的天君，嘛要处罚地上的君王，因为亲像犯人，互人集中伫地牢，关伫监狱，过一段时间就受刑罚。迄时，月亮会见效，日头会落开。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伫锡安山，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对伊的长老显出荣光。